何仙姑。足烦恼的呢，较较早吼是阿姊开药粉做好的。我讲有来过。伊真关心你的病情，伊阁叫我好好安葬阿伯。何公主，你莫阁伤心好啦，阿伯的代志我拢拍落好势，所以你放心，吼。阮若只是为着我才来牺牲家己的性命。 我拢无尽着孝道，我是真对不起伊，我的罪过，永远都无法度弥补。何公主，你莫阁责备家己啊！这个人要怪，都要怪迄个度量迄个恶魔，伤过残天，逼到阿伯才会自尽。阮阿娘早就过身，阮阿爹辛辛苦苦甲我抚养长大。 我认真读书，求取功名。当想讲要报答有养之恩的时阵，伊煞……何公主，人事不能负心，你唔通安尼啊伤心。你应该好好保重家己，才袂辜负阿伯对你的期望。 爹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什么代志。少爷，是什么代志啊？少爷，你唔着紧讲，你安尼闷闷不乐，人小小看了就烦恼的呢。是啊，阿爹，你若有啥物烦恼，互查某囝替你分担嘛。这是何大人的批吼？ 甲批有关系哦，伊袂当来惊啥呀？伊当然嘛袂当当来惊啥，阿爹就还袂派新的管理去啊，当然伊就袂当当来啊。哎呦，尚爷，安尼你唔着紧派新管理去？我都唔是咧烦恼这个代志。啊，若无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
建南，伊实在真不幸，伊的老爸互人杀害，伊受这个打击，即马已经昏迷不醒。啊！阿弟啊，竟然即马昏迷不醒，查某囝实在足烦恼。我会让亲戚遐看，请你原谅查某囝不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小杨来给你看。诶，小姐，小姐。秀雅，翠华，是让我想害，老师离家出走，这半路拄着歹人哦，看要安怎就好。小囝老师出走，啊，会是去倒啦？去江东找吴建南。我讲伊歹人撞伊掠上来。哎，秀雅，我生气啦。但伊安尼做，就拢无顾着我的面子，也无顾着家己身份啦。秀雅，为着顾及你的官位哦，甲你甲小姐的名誉，你千万都莫叫人去掠呢。安尼若传出去哦，足歹听的啦。你讲的嘛有道理，我是要安怎做？秀雅，我来去找小姐啦。伊来哦，别人嘛较袂注意。你来，我若找着小姐吼，我嘛会使陪伴伊，照顾伊，别人嘛较袂讲闲话啊。安尼嘛有理，安尼好，你紧准备，赶紧去找小姐。是。是啥物代志？啥物要烦？咱的机会来，唔免费什么气啦，就有法度得到。是得到啥物？我甲何仙姑让你，我换何建南就好啊。当初是你家己要伫何仙姑，安怎？你即摆看了歹下手，想要换一个较简单的事？我甲好的拢让你啊，你是伫咧啰嗦啥？多谢你的好意，你留在家己慢慢啊享受，我唔换。我这嘛是好意啊，你是想为倒去？你头壳歹去啊是？我头壳无歹，你莫是讲你是天下间上巧的。想为简单的下手，会当省真侪气力。你若是无爱，你会当换小丁啊！你是满头前厝转世。你著奇怪，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样你家己唔知？我毋是戆人，天必七君的元神比满头先祖好真多，我唔换就是唔换。我唔管你要换唔换，我是绝对要得到天必神君的元神。你要孝顺我。不是，你离别是为了爱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唔换。好，你敬酒唔食，要食罚酒。你唔知影好歹，我敢甲我小姐，我互你食，互你住，我阁互你。好，来讲一下，你家己好我想看卖，好处拢你讲去，你唔通做了想做，你爱会记，只有你甲我联手，才有成功的机会。哼！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得到何建南的元神。老翠花已经讲，我会借刀杀人。我要去你报复是吗？请问你是伫倒位来？我是为家城来。哈？家城相府来？是你紧带我来找伊。是。
请问，你是惊啥来的是毋？是啊。啊，好大领导咧破病呢。我知影，我是接到消息才来的。哦。啊，实在足无拄好的啦，好大领导困去。哎，不你先去客房休困一下，等伊若精神，我再叫伊去见你。好，请。请。伊千里迢迢来这找建南，看来伊甲建南的关系一定无简单。虽然来到这，还袂见到何建南，啊，不过知影伊的病已经有较好啊，我嘛安心啊。而且我阁甲伊真有接触。我的护心蝶叶心血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难舍，意难忘。我要找孙案代理，请问你是对倒位来的？惊城相府。行啥相府？请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是安怎啦？可能是有较忝啦，啊哥哦，寒着，寒着。嘿，啊你哪无请一个大夫来讲小姐看卖咧啦？恁小姐伊无破病，伊嘛无发烧，是胃口有较歹淡薄仔尔。但你是摆啥？你是大夫呀？虽然讲我毋是大夫，毋过我踮咧药铺遐尔侪年，加减嘛捌淡薄啊。阮小姐哦是上爷的掌上明珠，金枝玉叶呢，毋是哦像你这种哦一般人哦会使甲伊比的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阮小姐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敢担当会起？你毋免烦恼啦，出门在外，加减我的水土袂合，加休困开工就好啊。你哦毋免烦恼，讲到遮轻松。照顾小姐是我的责任呢，袂使有一点点仔差错呢。万一哦，若有啥物差错，我第一个就找你，第二个哦，我就找何大人啦。那是遮吵闹闹。小姐，我是秋月啊。是啊。你哪会来遮？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搁讲无破病，已经病到安尼戆身戆身，用安尼我都毋捌的安尼。我来找何大人算啥？一个人好好来到遮，啊煞变安尼啦！行，你紧带我来找何大人咯。对了啦，我大人今仔咧破病，伊需要清静。我牵仔就要来去。你讲，阮小姐伫咧京城是好好啊，拢无代志，一来到遮煞破病啦。你讲，我毋找何大人，无我是要找啥人？行，紧带我来找何大人。要不今仔拄困去尔，你莫去睬我。莫去吵伊，安尼阮小姐要安那？无要紧，你毋带我去哦，我家己来去。秋月，你哪会来遮？毋那我来啊，阮小姐嘛来啊。啥？丁小姐也来遮？好公主，好公主，你袂晓爬起来啊，倒咧休困吼。好公主，那连面我都无啉啦。想到阮阿爹，我免有心情通食药啊，搁较坚强的人，拄着即摆突然的变故，啥物人嘛无法度忍受。好公主，不管变化如何，药嘛是爱啉啊，对吗？来，我来啦，我来用何大人食就好啊。你免嗲你啊，我。秋月，这边若好意思啦，来遮试客，
你去照顾恁小姐，这个代志，互雪顶来做就好啊。无喏，我替阮小姐尽一点仔心意啦。人伊嘛足关心你的病呢。多谢恁小姐的关心。咱人哦，若无爽快哦，就爱找大夫来看。小病唔通拖呢，拖到变大病就害啊啦。有的人哦，也准家己有外巧，啊毋凊看家己有几两重，也准外高。死到吼，若误着别人吼，嘛害着家己啦。天哥，有啥物代志是？你只要甲我吩咐一声，我就来去做啊。我想要出去行行。等明走明走，老前辈，我毋是要走啦，我只是想要出去行行。敢若行行的尔，你当作我酒空哦，我头壳是无空空啊！你在想啥？我拢总1清2楚的。你通误会啦，天哥只是想要出去行行的尔。哦，小青，你哪遐尼单纯啦？伊是要去找何建人。老前辈，见人你破坏甲真严重，我是要去靠背啊。哦，你到甲即马佫互伊的感情甲你拔掉了哟啊！凡间的人啊，拢食迄个十娘五谷啦，免不了拢总会破病啦啊！一人出去伫迄个世间啊，拢总是要受苦、要受难的啦。也无见人这边的病，确实有影真重啊。你免着急，你免出去，爱好我收刀，你若出去就会惹代志啊！免佫讲，见男的代志，我会来去甲看。假如若有发生3长2短，你才来找我，绝对保证你无代志。安。老前辈，天龙地死，苦海无边。少年呢？囡仔人穿什么大气啦？哈，万项拢啊用好的去甲想啊，甲乐观的。就是那边你来，失敬，请坐。啊，就是那边，你哪来这？啊，我安尼酒啉2喙啊吼，啥物代志我都知影啦。我若想讲要去甲倒啊，我就去倒位，绝对无人阻止我会调。来，你人伫咧破病，坐咧，啊，免了搞咧数。啊，你病有较好啊无啊？好真济啊！来，你喙开开。创啥？哎呀，我一粒药单互你食，吼，啊，佮配一个烧酒落，哈，伊安尼你的病就会好，啊，精神就会轻松，对，哈，是讲见人嘛，啊，你甲淑珍的代志吼，你就爱共负起责任哦。就是那边。哎，你哪会知影？啥物代志我也唔知啦。无论天文地理，万事啊，拢袂当瞒骗我这2粒目睭啦。我一定负责任。真好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爱负责任。见人你现在啊有劫数伫咧，我送你一本《金刚经》。我金刚经是要创啥？啊，《金刚经》就是要保护你的身躯。这本《金刚经》不是简单容易，是如来佛祖艰辛杰作，用伊的血，用伊的精神所创造出来。来，这本你放在你的身躯边，吼，妖魔鬼怪绝对唔敢亲近你的身躯。你爱这本《金刚经》唔通离开你的身躯边，若离开咧，你有性命危险，你大大爱注意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。何公子，小姐，有什么代志是？无代志，敢就袂影来。
来看你。小姐，已经遮尔暗啊，孤男寡女伫咧一间房间，万一若是叫阮看的，恐惊有损小姐你的名声。但我就无咧惊，你是咧惊啥？也毋过，毋过啥？这就敢咱两个人啊尔，啊无人会看到，嘛无人会知影。你讲是我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其实吼，阮阿爹早就认为讲，你是做伊的囝婿上好的人选，而且我嘛愿意。你敢讲我千里迢迢来这探你的病，你一点仔就拢袂感觉？多谢小姐你的关心，也毋过，你毋过啥？莫惊啊！我袂甲你请下去。老小姐，老小姐，你是安怎？莫过来！老小姐，莫我关心。莫过来！老小姐！老小姐，今仔哪这尔奇怪啊？对啦，囡仔，我拄则吼在回笼的时阵，我看到老小姐的目睭哦发出蓝光呢，她规个面哦青顺顺，足恐怖的呢。这发出哪光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何建南身上金光剑，实在有够厉害。大良，你转来啊？顶回，来，我用酒甲你会死咧。毋知我要变啥物霸气。大良，咱有约做过，有好同险，有难同当，对无？是啊，我一向拢真遵守咱的约束咯。大良，为着咱的目的，你去偷摕何建南身上的金光金，好无啦？金光经是啥物金光经？是毋是当年如来佛祖用法力甲心血所写成迄本金光经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难舍，意难忘。你去偷摕何建南身上的金光金，好无啦？金光经是啥物金光经？是毋是当年如来佛祖用法力甲心血所写成迄本金光经？大良，为着咱的将来，你就去偷摕嘛，好无啦？无用的，迄本毋是普通的金光经，是如来佛祖用法力甲心血所炼成的。莫讲是你甲我，所有的后无鬼怪，拢有法度互接近。你是要甲我去偷摕？我毋去。你一定爱去，若无正，你就唔通怪我无情。我绝对毋去。赢得赢得，是。你目睭大，一切拢要听我的。若无正，你就会遭受到五雷界顶，焚烧劈碎。你搁会记咧袂？我是信心就变来合作，是你无守信用，干那要利用我。你把你的手中，要头要我甩出你。我袂遐尔简单就帮你做，我随时拢会当互你焚烧劈碎。安尼对你伤过干你。你想要安怎？你已经伤入我的有人生工程重要环节，我袂慢慢啊离开。
互你求生不得，求死无门。小狗恶毒！该用的只干我有。你若是无乖乖听我的话，毒素若发作的时候，迄种痛苦的程度，到时阵你就知。你个强啊！我都唔相信，你要当作我离开。我几界之王的名声，毋是凊彩叫的。好，我今嘛就互你试看嘛。你要听我的话无？我会听你的，从今以后我一切拢听你的。你开开。快紧来！不敢是安尼尔，我警告你，我已经把另外一种毒放入你的身上，我随时都会当互你的毒性发作。贵哦，贵哦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加油好不？加油好不？你的性命完全伫我的手，你想要离开伊，除非你去偷摕金刚经来换。这，你是到底要去也毋去？我去，不过，你将我体内损失真多，你互我去分一下，等下我体内恢复的时阵，才互我去好无？我即马要转去廖翠华的身上，你着慢慢啊着。袂用你信任。真想哪入来？我若想要入来，总共是阎罗殿也阻挡我袂掉。因两个什么人？我是金帝，你是银帝。你甲金刚经烧掉，阮绝对袂伤害你。我袂去互恁骗去。恁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免问伊什么人，你毋是想要替恁后壁报仇？你若想要报仇，就赶紧对向行。免讲，我绝对袂叫恁骗。三个对付你一个，你敢有法度通反公信？准讲你若马上离开这，你毋通怪我对恁无客气。何建台，你几娘重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你这个顺烂代志，对普通老百姓有路用，我是无咧甲你信。你金典，你入讲的机会来啊！进去。我肯定毋通讲为非作歹，赶紧离开这。进去。金典，赶紧替银德报仇。银帝，我带你上去。无路用的卡笑，主人，银帝伊受伤真重。警察入去内底疗伤。是。你是哪会遐尼无小心，害银帝受伤？不用，你给我时间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你还阁有啥物办法？不用，我去廖淑珍甲威胁何建南，你看安怎？好，我阁留你一命。也毋过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建南讲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查某囡仔，这是伊头一遍甲我学落的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你是啥啊？你哪无讲无打就走入来？你是要找啥是？我来找你。找我？
杨哥，我也毋捌你啊。我捌你对。你捌我？你叫做王小丁对无？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啊，你是？我要掠你。大亮，紧将伊放。哼，放开！你放开，我就免掠伊啊！你到底想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你应该听清楚，伊的性命在我手中。你，天哪！你莫管我，人生在世难免一死，死都是有啥物好惊的？我拿你就是老母，你这个无人性的杀人凶手，我要替阿伯报仇，我才一刀跟你拼！拼命！你是只针在死我，我即摆就让你知影我厉害。我就是死，我嘛要救你。等下，让我行一步，这个43个即使就无性命，你紧将伊放开。英语，你将辛苦金光给摕出来烧掉，我就将伊放开。囡仔，你唔听伊，你唔通听伊话，金光经不可理性，若无你随时拢有性命毁。为什么你的性命伫你的手头？我若无摕出金龙经，你就是会伫你命。囡仔，我的命偌苦，你的命才是重要。假使你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无想要活。我袂当目睭金看你受到伤害。金光经若离开你的时候，伊就无啥物顾虑啊，伊不只会害我，伊嘛会害死你啊！啰嗦你，真够的！你小到鼻涕十日，你无应该掠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来喂。我就不着40岁啦，讲了无唔对，我今日掠伊来，就是要逼你摕出金光，要甲烧掉。有这个问题，我什么代志拢假做。你这个阴险的恶魔，我今日就要甲你碎尸万段！大七棍，你看，哎呀，烧酒啉落去哦，笑眯眯，嘴笑目笑，看起来足慈祥，足够水的呢。干嘛呢？对啦对啦，你这个宝贝喉咙吼，实在有够稀奇的啦，会当治病，搁会当治伤，就连入祖的这个内伤哦，你都有当家医的好呢。莫讲甲迄个牛片的啦，啊！一病一个好转走到无看人影啦，啊！一放我家己一个，啊踮咧遮伫咧顾好身膏啦，看你的气势也袂啦，气势啊！哎呀，何必顾咧？身高人伊足专心伫咧遐咧看经书啊，毋是你看。有影就对啦，规个精神拢全灌对遐落，安尼有较乖啊，有较乖啊。你若安尼吼，我就会当放心，甲啉一个，互伊较爽一个。对啦，老亲棍，人阮听讲吼，你爱啉烧酒吼，搁知影你爱啉好酒，我特别吼，甲你准备一甕上介好的烧酒呢。呀，啊，烧酒伫倒呀？我即摆就来摕互你。赶紧赶紧！呀，安尼我这罐都甲收起来。啊！来啊来啊，上好的烧酒来啊！哦，这大罐哦！是啊，互你啉好爽。安尼无客气，我就甲你接收起来。你加啉一罐啦。啊，好酒啦！是啦是啦。然后这样哦，我啉了，我就会爽啊啦。好酒，好酒。老亲棍，老亲棍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啊，将来相依难忘。我有这样烧掉，
若无，我真正要甲杀死，我讲会甲做到。不应该摕金光剑出来。叶公有着要救你，我已经无多管啊济，先救你才搁讲。到了，金光剑伫遮，你紧将伊放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叫人得烧掉，进来。告诉你那坚持要烧金光剑，我即摆就出钱让你看。孙女，你千万免做无代志，你免一做真的。囡仔，烧金光剑咱做无代志，你保住你的性命也我无紧。你千万袂用烧金光剑，我拜托你，你唔通烧金光剑。进来，进来烧掉，烧掉。囡仔别个烧，我拜托你别烧。阿姊，阿姊，囡仔，你唔叫不可离去。你，坐下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何成功，你敢破坏我的好处，哼！我是天地外中用，我唔知你唔听我的话。何成功，你考虑我清楚，以为你我爱自己死十尾的性命。当然了。这酒鬼哦，天天醉，无一天无醉。老七棍，老七棍，来查。老七棍，我问你咧，好生我的人咧？哎呀，人都伫遐伫咧看书啦。你这酒鬼哦，甲这孙子搁当我酒味几大堆，你家己爬起来看觅，看人伫倒位？人都伫遐，人伫倒位？何成哥，哦，要何成哥对倒去啊？你问我，我要问什么人？我要问，啊对，小青啊，小青啊！老七棍，什么代志？何成哥对倒去？啊，敢毋是你咧故意的？我。伊哦，已经酒醉倒伫遐咧困啊啦。哎呀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我才入去一个仔久尔，哪会着发生代志？这无你的代，这爱怪哈，怪这个酒鬼。小酒的我，酒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若无啉是会伤心。伤你的头啦，即摆应该伤的吼，毋是你的心，应该伤是你的头壳。是安怎伤我的头壳？谁那边伤你的头壳？你也害何成果，伊即要搁偷走下凡落去，你敢知影伊即摆搁拄着什么款的劫难？老七棍，安尼身高敢会有啥物危险啊？放心啦，何成哥伊的头壳有6支的金毛，迄就是我甲第6支烧酒所发起来，伊的功力是无穷啊，绝对安啦。好啦，莫敢当搁斗我操蛋啊！较等若搁出问题吼，我就找你算账。烧酒骗我，烧酒骗我，哎呀，小姐，阿姊，老刘，你，阿姊，你，何成功，今日就是你的末日。道长，多谢你，小弟，我安怎了？阿姊，我无要紧啦。对啦，见阿咪，见啊，何成功，你无当脱离凡人的七情六欲，你安尼做，不但害着你家己，嘛害着个大人你知影。咱好倒转来。阿姊，你莫甲伊走啦！你知影无？我甲建南拢足思念你，你莫甲伊走，阿姊，你留落来啊！小弟，
我是不得已，我袂用留落。这阿姊，我甲你讲，咱两个，咱三个人，你我囡仔，咱离开这个所在，走到远远远去，来去青山那来啊，去一间厝，咱三个人吼，一世人斗阵，安尼好无？阿姊，咱离开这个是非地，竟然都免受到迄个相爷甲压迫，我嘛免阁受手我来甲我欺负。阿姊，我无了，你莫走啦。小弟，我知影你真正苦，啊，不过凡事你拢爱忍耐，会记你爱忍耐吼。报告，小弟，要忍耐啊，我一定要来走。阿姊，稳定。报告，阿姊，小弟，阿姊，报告，小弟，报告嘞。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情难舍，意难忘。大清君，敢讲你即摆一点仔拢无烦恼？啊啦，是要烦恼啥啦？要我迄个牛皮的亲身出马，绝对无代志的啦。也毋过安怎？导游，你倒转来哦！哈，毋是讲我在甲你捧场的啦，哈！我都有讲过啊，天下间无论大小的代志，只要若你出面啊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啦，绝对解决啦。小姐，我倒毋是讲安尼，对无？哦，对无？嗯，好啊，莫来这套啊！后摆若阁发生这款代志哦，我就无放你煞。袂啊啦，无后摆啊啦，安啦。后摆你若在讲放心啦，是安啦，我就足烦恼。一定还阁有这款代志发生的，我将来都毋捌安过，毋捌放心过。导游啊，你嘛莫安尼遐高计较哈！啊过去啊，你也捌故意甲我设计哈！啊了后咱安尼办一桌啊来啉两杯啊，也我都拢无甲你追求哈！啊咱互相来互相去啦。看伫遐前个交情上吼，即摆原谅伊啦。啊不过后摆绝对袂用阁发生这款代志。何仙姑，我即摆人交互伊，若阁发生代志，我就找你算账。安，我要来走。你啊，拢总是你啦哈，拢唔听话啦！也我才互迄个歹半支剑的导游，安尼念念甲喙角全破。地主知影唔对啊。好啊，莫阁做理由啊啦！后摆较乖咧，较听话咧啦。老前辈，以后你讲啥，身躯一定做到的。逐摆你嘛安尼讲哈，也毋过每摆若等下我酒醉，你就甲我偷酸啦哈。顶一帮啊，你也偷摕我这个宝贝葫芦去大闹地府，啥物代志你就敢做，啥物代志你唔敢做出来？华哥，已经知影唔对啊。老前辈，后摆我唔敢。是啦，哎呀，老清君啊，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何必搁再讲啦？搁讲就无意思啊啦。好啦，莫搁讲就莫搁讲啦。也毋过伊的翻心未灭的进程啊，我无想一个办法来对付，绝对袂用你啦。啊，有啊！老前辈，你想什么办法？明白思过，明白思过。这就是甲你软禁啦，无爱互你离开这间厝一脚步。是。小青，好好啊，甲顾好。好啦，先讲。安尼我就会当放心，搁再啉烧酒啊！唔对，啊这空嘴无嘴，啊！啊时到伊若搁利用我酒醉，甲我偷酸呢，啊我就惨啊咧！对。这叫做金光弹，我即马甲你打咧。只要你莫叮当，伊就袂伤害你啦。老前辈。爱你的心无变，你煞一起那分
后前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你敢拢无想，飞去迄段缘，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。